咱台湾的新住民加上因生的囡仔，伫咱台湾已经有上百万人。为着要保障这群人的权益，行政院是通过新住民权益保障法草案，要扩大适用的对象。技术移民会设专职单位，若新住民会设法定基金。 新住民来到台湾，上课学中文，希望更加加入台湾。为了落实保障多元文化，行政议会已通过新住民权益保障法草案，将新住民的定义扩及到各国内台孤立的专业人士、技术移民、加投资移民，也设置专职单位推动各项工作，估计对上百万人有帮助。 不管是司也好，或者是这个署或者下面的这个中心都是我们考虑的对象。那待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，我们就会来马上进行专责的单位的推动。 行政院版本5大重点，扩大适用对象，设立专职单位，加行政院新住民事务协调汇报法制化，设置新住民发展基金，推动办理新住民家庭各项照顾服务事项。若是有需求，会使向基金来申请补助。权益保障事项具体化，推动生活适应者8大照顾服务的做法。移民团体表达肯定，不过希望各会审议时，能够再强化沟通。 多找一点民团啊，或者各社团啊什么，大家来讨论这些问题，怎么样做的这个更好？我觉得将来在立法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公听会来讨论这个事情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顶礼拜已经初审通过《新住民基本法》《新住民权益保障法》草案，不过法案名称、保障对象、专职机构这关键条文无共识，就因行政院版本会送立法院审议，会并案来协商。另外，专职单位的层级是不是达到行政院立级的单位，将今年讲用来讨论。不过，安怎来落实照顾新住民的权益，更加是关键。记者孙合报道。